實牙嘅病係可以預防啦，牙可以留到老啦，牙同個全身係有關係啦。我哋有時經常見得到嘅就係佢哋好多啲老友記以為甩牙係個正常嘅現象嚟嘅，佢哋唔覺得話牙係可以留到老。咁甚至乎我有時同啲長者傾啦，佢哋以為年紀大留翻啲牙，可能有啲長者就話啲牙係會咬到佢哋嘅子孫，咬到佢嘅後代，令到佢哋嘅後代唔好嘅。我哋都聽過，咁所以我哋要從根本上邊去同佢哋去解釋翻個原因。第一，牙唔會因為年紀大而甩咗嘅，呢個係緊要嘅一樣嘢。第二樣嘢其實就係要同佢哋溝通翻，就係咁佢哋其實未必知道個口腔嘅健康同全身係有影響有關係咯。譬如我哋會喺個口腔檢查度見得到佢哋咧，就係有啲牙蛀咗未補，亦都咧有啲牙周病，即係牙嘅周圍嘅組織咧就會發炎，亦都會有見得到就係佢個口腔衛生係其實係好差嘅。其實口腔或者牙咧，其實就唔單止係個口嗰度嘅。其實我哋有而家好多嘅研究啊、臨床嘅數據見得到咧，個口入邊啲細菌會通過牙肉嗰度啲微絲血管咧，會流向全身。其實個口嗰度刷得唔夠乾淨，或者有蛀牙，其實就會影響到有糖尿病，或者咧有機會可能有啲吸入性嘅肺炎。其實呢個口腔健康其實都個後果其實都幾嚴重嘅。而我哋見得到喺香港咧，好多啲長者其實佢個口腔衛生就唔係太過理想。我哋個團隊咧就發明咗有一個人工智能，就係利用用一個平板電腦或者一個手機能夠影到一張好簡單嘅相。咁跟住我哋嘅人工智能就能夠分析得到嗰位長者啊或者老友記佢口入邊邊一個位置係刷得唔夠乾淨，係有牙肉發炎嘅。咁從而咧，我哋嘅團隊咧，我哋嘅醫生啊，我哋嘅護士，甚至乎我哋希望將來可以教得到就係院舍入邊嘅義工啦，或者社工啦，或者佢哋嘅護理員咧，能夠好簡單通過去理解人工智能嗰張相，可以去教得到我哋嘅老友記啊、長者啊，或者其他有需要嘅市民，能夠可以預防得到個牙齒嘅疾病，可以通過可以簡單去刷牙就可以有個口腔健康。我哋發現佢哋嗰個準確度係超過90%嘅。咁我哋呢個系統咧就會用咗交通燈啦、紅色、黃色同埋綠色呢3種顏色咧，就顯示嗰個牙肉嘅健康。咁紅色就係危險啦，黃色就係開始要注意啦。綠色就係健康，係比較安全嘅。咁我哋希望通過個簡單嘅方法，長者能夠可以睇到嗰張圖，而知道佢自己個口腔入邊邊一個位係有問題。我覺得呢班老友記越嚟越青春，越嚟越醒目啊！因為咧初時佢哋會覺得，咦要點樣去揸個牙刷，用咩角度，點樣去刷一個牙？原來都咁講究㗎咁樣，初時佢哋會覺得唔使啦，姑娘求其刷一刷咪 OK 咯。咁原來佢哋而家學到一個正確嘅技巧之後咧，由同事去到老友記，其實咧佢哋都掌握到唔同嘅刷牙技巧，對佢哋嚟講咧，其實佢哋有反映翻話牙齒咧係乾淨咗嘅。佢哋食嘢啊，無論咩咧，都冇以前咧咁容易咬落去就有啲鼻痛感啊。係啦，呢個都緊要嘅，即係嗰個咬落去嗰個咬合啊，個感覺會比以前好好多咯。佢哋牙醫都好好，又教導我點樣刷牙，刷得乾淨，好開心啊！我科技又進步，牙齒又進步咗，依家我自己又識會保護啲，就係咁咯。最大感受就係、即係其實我都即係擔心同事有時行科技咧，佢哋未必去掌握得到啦，或者佢哋喺應用上邊，佢哋覺得件事幫唔到。有時你知用科技其實係同時係花多咗時間，亦都用咗好多人手。咁但係到最後咧，其實原來件事係令到長者啦，或者我哋嘅服務對象咧，其實佢哋得益嗰陣時候咧，原來都令到其他
事情，譬如可能佢哋食嘢順暢啲，老人家個自信心或者佢哋嗰個快樂指數高啲，原來我哋做其他嘅照顧上咧，亦都係會順暢，同埋我覺得個工作係更加有意義。